你好，歡迎你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一個被醫學判斷死刑嘅女人，喺死過一次之後，唔單止奇蹟康復，更徹底改變對生命嘅理解。Anita Moorjani 喺香港長大，係一個印度裔嘅香港人。佢嘅世界好國際化，但係同時亦充滿文化上嘅矛盾同壓力。據佢所講，佢係一個超級討好型人格。由細到大，佢都好驚令人失望，亦好驚衝突，習慣將自己嘅感受收埋，永遠將別人嘅需求擺喺第一位。為咗唔令家族失望，佢甚至會隱藏自己嘅真實諗法。呢種永遠要做好人嘅壓力，其實係一種慢性毒藥，慢慢蠶食緊佢嘅精神能量。呢一點好關鍵，因為佢後來領悟到癌症同呢種長期嘅自我壓抑有好大關係。時間返到去2002年，Anita 係一位職業女性。有一日佢發現頸上面有個腫塊，檢查後診斷係霍奇金淋巴瘤，係癌症嘅一種。聽到癌症兩個字，Anita 嘅世界就好似瞬間靜音。佢當時第一個反應唔係害怕，而係點解係我。Anita 辭去工作，為抗癌進入作戰狀態。接落嚟嘅4年，佢嘅人生只剩低一個主題：抗癌。佢試盡所有唔同嘅醫療方法，西醫嘅化療令佢虛弱不堪，頭髮甩晒。佢轉向印度傳統嘅阿育吠陀療法，飲各種草藥，亦嘗試過中式針灸同能量治療。Anita 話嗰幾年自己係一個專業病人，不斷喺希望同失望之間輪迴。更折磨嘅係佢內心充滿對復發嘅恐懼同對死亡嘅焦慮，呢啲精神壓力不斷喺度消耗緊佢。2006年初，佢嘅身體徹底崩潰，腫瘤好似檸檬一樣大，而且布滿全身。Anita 肺部積水，呼吸極度困難，皮膚開始滲出毒素，出現潰爛。入院時，醫生同佢屋企人講，佢可能撐唔過今晚。一個意識模糊、全身插滿喉管嘅病人，瞓喺加護病房，醫生們已經盡晒力，家人圍喺床邊作最後道別。喺醫學上，咁嘅情況叫做多重器官衰竭，生存嘅機會微乎其微。2006年2月2日，Anita 陷入深度昏迷。從醫學角度嚟睇，佢嘅身體機能已經無法維持，生命跡象正喺度消失。但係冇人會諗到喺呢片死亡嘅深淵裏面，一場徹底改變佢人生嘅非凡旅程正啱啱開始。就係呢個所有科學指標都顯示生命終結嘅時刻，Anita 嘅意識竟然經歷前所未有嘅清醒。佢唔單止睇得見房間裏面嘅一切，甚至能夠感知醫生同家人嘅情緒。當刻佢感受到一股純粹同無條件嘅愛，並且遇見早已逝世嘅親人。呢啲究竟係大腦死亡前嘅幻覺，定係意識脫離身體嘅證據？下一集我哋跟隨 Anita 嘅描述，一齊穿越死亡，體驗能夠改變一切嘅5個核心啟示。我哋下集見。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619，約定你。